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新闻大事台，头先就来报认在。到目前为止，还有3个人伫咧地动失踪，伫咧花莲中和炭坑第5站出现臭味，这火成规大堆，才有可能失踪者就一只。昨暗普悠马自强河去弄到拖石仔第1节车厢败北，公路局认为这石头是对疏花的山架放落来，伫这搭是无装石头的警示系统。高雄民生病院发生严重医疗过失，甲病人做手术，却竟然开唔到人，已经互卫生局罚50万啊！讲到这花莲大地震到当时第9公路，也有3个人失踪，其中这中和炭坑有新的进展，这矿区第5站出现臭味，而且有规大堆的灰尘，真有可能这失踪者就是伫咧遮。也那今仔日已经来到第4站，本地是要用防护破的方式，不过即摆也先来暂停。另外，伫咧沙卡当步道失踪的新加坡翁仔某，家属是希望讲因找范围会当找搁较宽，未来搜救人员也会伫咧大水港，也有第2搭帮助地点继续来找。中和矿场细小的司机目前要失去联络，东向机构持续向伊可能的位置咧行。花莲地震到达已经第9天，也是有3个人失踪。不过，伫上中和矿场日行车路第5站的所在出现摆味，而且有真侪灰尘，研判这个失联的司机可能就伫咧遮。谁要开路？搜救人员西路行挖过，不过因为11下晡3点外山区的天气出现变化，搜救人员敢来当暂时撤离。不过好消息是，大型的机构已经去到第4站。由第2个平台往第4个平台推进约莫450公尺，那离目的地第5平台还有约莫600公尺。因为已经有失联者可能的位置，嘛闪过原地阻界大石头，之前按算要甲石头逼破的计划可能先暂停，暂时继续搜救。另外一边，斯卡当步道是派6个消防员甲1只搜救犬找出2个失联者。沙卡항的瀑布，然后还有就是大水管的上方，我们也爬上去搜索。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在绿梦森林咖啡人是搜索未果。文章河表示，未来会以1.8公里到2.2公里遐的水管，甲第2崩塌的所在为主要敲找地点。消防人员辛苦救援，德国在地协会10日嘛亲身去花莲慰问。Very happy that all of them have appeared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花莲. Thank you very much, 花莲 Police Bureau. 花莲加油！何方感谢消防人员伫这个地震积极合作德国外交。花莲县消防局长吴兆远希望在后中间的过程会当甲各国继续保持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大地震了后，真侪建筑物拢变作是危险建筑，这住户可能会当先搬走。不过有人认为讲，这搬走爱开厝、开钱来税厝是真大的负担，就人无愿意要来搬。那准想要搬的人，干那找厝就找到头痛。另外，今仔日这天王星大楼拆除的现场，有爱鸟仔的民众认为讲，爱利用这工程施工的空棚，将鸟仔救出来，却和里长发生冲突。地震发生的时阵，住户赶紧逃命，摇撼的程度愈来愈大，也阁落太愈雨。4月初3的大地震，互即摆厝煞变安尼。哇塞！被拼起渗一个大坑出来，neu条严重断去。花莲上关大楼、莲花大楼有17站悬。强烈地震了后，互人当黄单变做危险大楼。昨天晚上住朋友家，现在就是要去找房子。对面的香客大楼就让我们莲花的住，大部分第一时间他们还是找亲朋好友。刚才这栋大楼都有超过120户，将近400人有厝无法度住，啊，不过有3户居民无愿意搬走，因为若离开家，都爱住别人家，买租厝嘛无遐尼紧，租金悬的租袂落去，租金合理的搁大家抢，找厝找甲真添心。如果要做这个组合屋的话，还必须要去盘点它适合的地点哦。那这个地点正在盘点当中，初步大概有9个地方。如果他的生活机能状况是好的话，我个人是不排斥的。政府规划组合厝通大，部分受灾户正面看待，只是民意代表有哪有接到真情，包括厝起伫倒、房型安怎配置，政策拢也无明确。
因为它的不确定性有太多，可能都是大家民众在考量是否要做组合屋的这些种种问题。在面上重的代志，除了大的问题，嘛关心原来大的厝拆除的进度。我求求你不要去拆除了，也停止动工。规日天后青大楼前靠甲分期阁吐火，情绪这么激动，是因为主委认为动保人士要求停工9年阻碍拆除，恐惊会延误进度。不过爱鸟的人是讲，是要趁工具机修复的空棚协助救鸟啊，伫现场甲里长起冤家。如果万一有事情的话，谁敢保证？垂钓笼子人又没有进去，是要危险什么？不管警管处不愿意协助清除路边，互分队车吊挂诱捕人啊，爱鸟的人各伫面侧，就民众敲电话去骂县政府，双方个人的讲法无同，内政部是回应，照现场的状况判断是毋是停落来，不过短时间若是无找到，也是爱继续拆除比较较适当，避免出现更较侪公共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大雅今下晡发生一场火灾，警方调查这摄影的旧厝主，真有可能是和人有这部的纠纷，把这厝摕去抵押了后，这新的厝主和律师来点交所发生冤家，真有可能是无想要点交，这旧厝主才会放火烧厝。乌烟一直为这间真家厝的一楼问出来，在台中市大雅雅丰街一间3层楼的真家厝。12日下晡3点左右传出大火，附近有看到民众讲，有人为2楼跳落来，分数有大火。全身有着火，全身着火，烧得很严重吗？也还好啦，什么地方烧到？脚而已啦。脚。他下来有没有喊什么？救人哦！救人。台中市消防局出动12台消防车，53个人去拍火，火势伫3点15分拍花。伫迄间厝内底发现有3个人已经明显死亡。大雅分局表示，初步了解是一个姓林33岁查甫人，伊要买这间厝，查出来的人甲律师来甲原地厝主，也就是姓杨58岁查甫人点交。在过程当中，哪像起冤家，原地厝主不满对方甲吹，转破汽油放火。新的买主带着律师来做屋况的现场点交。那在点交过程当中，据目击证人有谈到有起争执。那后续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火灾情势发生。警方表示，这个哪像放火的案件，造成姓杨的查甫人、甲姓林的查甫人因阿姊，还有姓尤的律师死亡。也那姓林的查甫人因为窗仔门跳落来，分数顶有40拍2度烧着伤，意识清楚，送台中营总急救。专案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也那详细导火原因也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铁445车厝朴有马自强河长压去弄到放落来石头，地势头一搭车厢败北，刚才是无人受伤。这挂石头啊，是对这苏花公路山径放落来的。公路局认为讲是弄破这车路边的这个防护装置，跳过车路，来到铁基路这个所在，现场也已经加强防护路。交通部表示会请代替来评估，敢是要把这搭入去落石的警示系统内面。台北普悠玛445出的车，在一套早4点50分红拖去和平站，事故路段伫6点抢通，为康熙遐边会当看到，这个区间铁路边是台九线，那台九线边就是线部。虽然台九线甲铁路路线边拢有说更规栅栏阻挡，也毋过即摆落石量大，有时地落石公害阻挡落伫路线，也毋过这个区过去伫代替评估中，并毋是高风险路段，所以无伫目前已经设置的26个落石过境系统内。昨天晚上这一处是当时他们评估是边坡相对稳定哈，那它主要的边坡是在公路的边坡，那掉下来以后再弹到下面铁路了哈啊，如果是他们重新评估。需要来做告警系统，那交通部这边会全力来支持。另外，安怎袂当提前发现落石？台铁内部人员指出，依照 SOP， 路线顺道4日以上就会启动边坡轨道巡检。过去1礼拜一直巡检几摆，这个路段拢无落石。代志发生进前，前一班列车经过也无发现落石，而且建议大地动了后，全面加强巡检，也爱投入科技来辅助。
引进一些新的设备嘛，无人机啊，或者是说边坡的这种测试的先进的仪器哦。目前的抢修看起来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让铁路尽速的运输。那是否有去考量到说周遭有可能再有其他的这个二次灾害的发生的可能性？台铁产业工会建议，更加爱注意沿线的地质状况。台铁企业工会也讲，当地2019年暗时捌发现路障，台铁虽然建立更贵栅栏，也毋过明显无法度阻挡。然有地动尾的司机员真烦恼，希望公司赶紧提出对策。对此，台铁公司回应，会协助五路局加强当地防护，增加原厂区加固更贵栅栏，搁运用空气机检视顶面边坡地质作为应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民生病院测试发现，医生甲病人开刀却开唔对人的含膏带，而且这护理师、医生拢无确认哦，一直到开刀开煞，护理师去送药才发现。目前这卫生局已经先发50万，开刀的医生也期待过医生听解，也那院长严家琪也互换掉。因为家伙也问题大院，结果煞开一个唔免开的刀。高雄市立民生病院测试发现开唔到刀的事件，消息一个出来，互各界拢真惊吓。是发生在交接班的时候，那主治医师打电话给护理站的护理师，他要求要赶快送到开刀房。那事实上应该是由开刀房的护理师打电话给护理站的护理师，因为这两个个案是在一个是左边，一个右边，同一个病房。同一个病房，那病历是对的，但是病人是推错。互人开唔到刀，姓黄的查甫人甲姓张的查某人住同一间病房。测试迄天，姓张的查甫人要进行胸部引流手术，结果工友协助送人时阵，甲姓黄的查甫人塞入去手术室，而且护理师、麻醉医师等人拢无发现，一直到护理师要互伊药的时阵，才发现人无去啊。毋过手术已经做煞。根据了解，这个互人开唔到刀姓黄的患者，平常时也是住伫护理之家，担心无事实，目前转入去普通病房，身体状况稳定。本院立即以病人安全事件处理启动调查，本人对此事件表达深切的检讨及歉意。主治医师无照标准流程进行，演变成这个事件。院方嘛坦白承认疏失会失礼，嘛强调会追究责任。那是院长严家琪完了后，卫生局编读管理职务。即日起，由市立医院管理中心执行长林蒙乔医师代理院长处民生院最高50万元罚款。院方已召开人审会，就责5名相关的人员均记过处分。已经请医测会组一个专家小组下去调查，也会把这个报告事实公布给大众。卫生部处长王必胜说明，已经请医测会成立专家小组调查，听候查清楚事件了后，再对外报告。伫病院要开刀进前，为病房到开刀房会经过证个该确认姓名这个资讯，还阁核对手扣啊。那手圈上面，大部分现在医院都有资讯化，所以会扫 QR code。护理人员的部分呢，也会去跟病人去做一个核对。你做病患无法度家己回答，阁无加速陪伴，院方原来核对手铐啊，也甲有相片的证件，会经过真侪解确认，才会当保障病患的身份，嘛减少后续医疗纠纷事件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北投某一间顾婴中心，互机关也讲，这4名教保官可能有无适当的方式伫咧对待囡仔，尚无有8囡仔互拍。社会局表示，相关涉案教师呢会罚8万到20万，而且公布名声。也若讲到这间顾婴中心是罚60万，今年7月开始停业1年。囡仔哭声无停，画面中会当看到教保员勒揪囡仔的手骨，甚至还有疑似性脆皮的状况。民代也出北市平港家顶的托婴中心发生疑似不当对待幼童事件，拢总有4名教保员社区局台，至少有8囡仔受害。目前都会配合社会局的调查，谢谢。实际确定为服务者，只低调回应一切配合调查。北市社会局表示，相关涉案教师分别处罚至20万罚款，佮公布因的名。托婴中心处60万罚款，今年7月起停业1年。目前也积极协助现有受托儿童转托。我们认定是情节严重，所以我们也命托婴中心呢，要自113年7月1号开始停办1年。主要是因为现在还有30名小孩就托，如果我们马上立刻停业的话，其实小朋友是没有地方可以转托的。这个机构目前由原继续营业，转托过渡期间，市府会加强无预警稽查。也毋过明明是偏感家顶的托婴中心，却也是发生不当对待代志。目前全国统一规定，托婴中心评鉴每3年举办一摆，以评鉴细致现场资料加观察
查和评分。民团认为应该检讨评鉴制度。除了评鉴的这个半天的一个状况之外，我们应该也要去加强，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稽查、访视辅导的过程当中，你例行去看到它表现出来的一个样态为何，那再去综整跟这个所谓的评鉴的一个分数共同做一个考量。考察人也建议，评鉴部分也爱包括访视、辅导的议程，稽查部分人员也爱无定时抽看托养中心的监视录影设备执行状况，了解托育人员实际照顾样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库拉苏是10天内通报4件较可能是食物中毒案件。新北市卫生局除了下令2间分店暂停营业以外，也要全面稽查这新北所有的库拉苏市分店，连台北市今仔也开始对咧查咯。另外，疾管署初步认定这粗瓦香辣西门店可能是感染到诺罗病毒。王品集团除了向消费者回实的以外，也提出3种的关怀方案。新北市卫生局人员去稽查，因为总属市最近已经连续2间分店出现好亲像食物中毒的通报，引起食安疑虑，互卫生局要求暂停营业。即马开始嘛全面稽查辖区内其他10间分店，台北市嘛同齐查。藏寿司新庄红会店以及淡水站前店，分别因1年内2次被通报疑似食品中毒。那目前通报人数未有再增加，卫生局呢命这2家分店暂停作业。台北市所有的分店都会进行加强稽查。新北卫生局初日去淡水站前店稽查，现场嘛发现冷冻库无定期除霜，也甲数4盘破期的缺失，已经叫业者限期改善，安尼无会当照食安法罚相关2亿的罚款。在不同的店的话，我想我们卫生单位它除了这个，包括餐厅那边会有一些裁剪的话，也应该会裁剪那个上游供应的厂商。王品集团原来有食安风暴，疾管署初步认定粗瓦香辣一温西门店初2至初6好亲像感染诺罗病毒事件，除了甲消费者会失礼，嘛提出餐费专业退费、医疗给付加消费者慰问金的方案。但是台北宝林地涉案，民意代表质疑中央第一时间无愿意查考相关食材，市长周万安嘛证实，按过卫福部讲无这种代志。显然食药署在第一时间，他们是不太愿意把这个食材接回去，主动调查。的确，局长那时候有跟我回报，第一时间他们是不愿意。首都的市长这样子讲话实在是不可思议啊！我觉得这个甩锅也甩得太厉害了。王必胜上期应讲，爱市政府甲话讲得清楚。最近国内食安事件真多，行政院长陈建仁也指示卫福部应该改进食物中毒事件通报机制，而且评估轻症的民众会当用网络即时通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稽查这包仔馒头店，合法建工中区的这个建国路有一间业者所卖的这乌汤馒头，互人验到人工甜味剂。业者是解说讲，最近这糖的成本变悬啊，而且听朋友建议再染一寡甜味剂，目前获食安处罚3万块。小虎虎的馒头吹出来，这间伫咧台中火车头附近，已经有45年历史的馒头店，主打用料实在，价小亲民，吸引真侪顾客上门。但是即马却传出违法加添人工甜味剂。我唔知啊，我是汉子来啊，我3个月才来一遍啊。台中市市处日前稽查12间中式炊煮食品业者，抽验24件食品，结果中区建国路这间知名馒头店一款乌糖馒头，却检出人工甜味剂，消费者表示不知情。业者承认讲，因为这几年糖的价小一直起，接受制作咸酸甜的朋友建议加添。朋友介绍说甜味剂啊在他们的蜜饯当中是可以添加的还有一些健康食品都可以添加的。那我们不知道说在我们炊事食品里面不可以添加，所以说当时是我们根本就是不了解的状况之下犯了这个错误。业者便讲唔知影袂当加添伫咧炊事食品，只做一批100粒的乌糖馒头卖出去1半左右，其他拢已经销毁，愿意接受消费者退钱。食安处是强调，人工甜味剂会使少量添加伫咧咸酸甜类，但是袂当用伫咧中式炊煮类的产品，会开罚3万块。其中一件黑糖馒头检出甜味剂不规定，依食安法裁处3万元，并立即要求业者将问题产品下架销毁。人工合成的甜味剂呢，它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一些结构不稳定，像包括肾脏或者是一些代谢的器官。
如果长期摄取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慢性毒性的发生。毒理专家是表示，人工甜味剂拄着烧，结果会袂稳，长期摄取恐惊会发生慢性毒性的状况。业者讲袂搁再使用，但是经营3代的商议，加减已经受到影响。记者台中报道。高雄这几年发生真侪摆这电火条啊顶的鸟兽，造成烧拍电甚至是失电的意外。台天晴园伫咧春天，也就是这鸟仔生团的季节，拢会加强巡逻清鸟仔兽。伫高雄米道着一支电火条啊呢，小连续互鸟仔一直作收，啊那台天晴园4个月内就清41届啊。台电人员装备穿好势，徛伫作业车顶悬，用棍仔甲电火条的物件拍落来，因拍落来就是鸟仔收。最近因食无用，尤其伫明德区这支电火条啊，一对客鸟翁仔某上爱伫遮做收。台电人员4个月内已经清除41摆。台电高雄区表示讲，永安、明德等等的沿海地区因为生态丰富，鸟仔伫电火条啊做收的状况更较侪。年底吼12月。到过当的3月至4月左右吼，这段时间就是咱鸟仔咧繁殖的时间啦吼，那所以伊会常常拢找阮的条仔顶吼，较平稳的所在去做收。每年12月到3月拢是鸟仔生团季节，根据台电高雄区统计，去年有19摆失电，拢是鸟仔收造成。因为树内面若是有天线，甲电火条仔的导体卡着，就会烧拍电。工程人员咧作业的时阵，就会有危险。会遇到电线含阮咧顶管迄种铁啊，爱就会有电弧，迄电弧当时啊足大，当时啊足细无定啊，所以就是惊电弧去伤到人。台电高雄处表示讲，为去年12月到3月，拢总清除914摆的鸟仔收，数量比过去搁较侪。今年是加强巡逻，透早下晡拢会巡1摆。目前伫电火条仔顶悬嘛有设即个赶鸟仔的物件，毋望鸟仔去安全的所在生团，嘛会当减少跳电失电的事故。记者钟义辉、邱昭荣高雄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因70的国会大选是输甲真惨，除了临时党魁爱落台负责，连国务总理韩德洙和总统府几个微博了也拢辞职。温室的总统今仔日就表示，虚心接受民意，也答应讲会改革国情。深深甲大家行礼，伫南韩国会大选当中，摕到压倒性胜利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11带领幕僚，甲支持者感谢，因为因伫300席的议员席次内底，摕到175席，顺利达成过半的目标。那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敢若摕到108席，是从1987年韩国总统当选以来，席次差上侪一届。 국민의 뜻을 준엄하게 받아들이고 저부터 깊이 반성합니다. 그래서 저는 선거 결과에 대한 모든 책임을 지고 비상대책위원장직에서 물러납니다. 败选的国民力量临时党魁韩东勋虽宣布辞职负责，总理韩德洙嘛提出辞职批，另外总统办公室的高级幕僚嘛差不多全部拢请辞，包括秘书长甲发言人。温锡华本人是表示，伊会诚心接受民意，革新国政，为稳定经济甲民生来尽全力。有分析指出，这届大选等于是对温锡华政府的期中考，民众以选票来表达对经济现况的不满。 물가가 굉장히 높고 일자리는 줄어들고 있고 살기는 어렵고 그렇다고 경제가 나아질 것이라고 하는 희망이나 기대가 없기 때문에 이에 따른 유권자들의 판단, 평가가 실린 선거라고 할 수 있죠. 学者认为讲，温锡华政府虽然持续摆卡，不过在野党联合小党的席次嘛无到200席，要是无法度下过2/3的条件，温锡华总统要是会当闪过单行的危机。不过未来政府想要通过预算甲法案，在国会恐惊是会拄到更较大的挑战。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拜访美国，伊和美国总统拜登两个人拢表示会强化两国的军事合作。岸田文雄也搁早250人的日本樱花节去送予拜登，那拜登是强调会继续和习近平对话，减少误会。
美国总统拜登甲夫人吉尔迎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翁仔埔来访，伫北京南草皮隆重的欢迎仪式了后，双方举行双边会谈。两个人表示会强化美日同盟，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甲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まず私たちは力または威圧によ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の試みは世界のいかなる場所であれ断じて許容できず、同盟国同志国と連携し、引き続き毅然として対応し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しました。岸田也带来250例代表日美友好的燃尽企业宴会受灾，庆祝美国会伫2026年建国250周年。双方聚焦以哈冲突、俄俄战争甲北韩台海等议题发表看法。拜登特别俄罗岸田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甲伫联合国安理会力推防止核武混大议题，佮坚定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等。拜登也讲到，最近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双方同意维持沟通管道。I've recently spoken at length with President Xi, and we've agreed that we would have personal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whenever we wanted to discuss anything, so there'd be nothing slips between, as they say, between the cup and the lip. 岸田也表示，会甲美国继续呼吁中国履行成为大国责任。拜登初三暗伫北京举办国宴款待岸田，包括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前总统克林顿甲希拉蕊翁仔某、参电准会主席鲍尔等人，拢是嘉宾。拜登甲岸田伫晚宴共同举杯。拜登也特别强调，美日同盟关系是以前所无的坚定。公司新闻陈慧婷编译。欧洲议会伫70表决通过修订了后的欧洲移民加庇护公约，这项新法案包含10条的法规，目标是要让后边国家对移民议题有同款的行动，遵守同款的法律，用团结的名义强化边境检查程序，加强遣返作业，而且要求成员国大家爱做伙来承担责任。载满非法移民的小车船船身向倒毁，移民被迫跳船逃生，也是互人救起了后，敢来当架卸布啊纸冻寒，这拢是为地中海偷渡入去欧洲非法移民的生活。欧洲议会70以301票赞成，272票反对，46票弃权，表决通过大幅度修订了后的欧洲移民加庇护公约。这项公约规定，欧盟要设立边境中心，实施更较严、更较有效率的机制，结果伫7天内都要确认是毋是加非正规入境者送入的庇护程序，还是遣送返去原来国家。Migration is a European challenge which must be met with a European solution, one that is effective and both fair and firm. And this is what the Pact on Migration and Asylum delivers. It will be making a real difference for all Europeans. 援助移民的主权团体甲非政府组织拍断投票的过程，表明反对新的公约。因认为新公约目的是咧坚固欧洲的边界，使得难民更较歹寻求庇护，违背欧盟价值观。新方案包含10条法规，以欧洲团结一致的名义，要求欧盟成员国分担收容入去意大利甲希腊等第一线大量庇护者。另外，新法还有一项有争议的措施，就是把寻求庇护者送去欧盟以外，互人当作安全无问题的国家。若是这移民的人甲送去的国家有淡薄关系，就会使。Wir sind gegen diesen Migrationspakt, weil nichts verbessert wird. Es werden Sachen verschlimmert, es werden die Menschenrechte eingeschränkt und die Menschen dadurch noch mehr in Gefahr gebracht. 这项伫2015年欧盟移民定了后拟定的改革，进程已经有得到联合国难民事务国际专员公署的背书。专家是讲，最近欧盟大部分地区的政治拢较偏正平，增加地缘政治的无稳定，也互寻求共识变得更加复杂。对极左派来讲，包括设立边境中心、收容庇护申请，也搁伫咧审理中的非正规入境移民，并加速赶走互人认定无资格的申请者，这拢甲欧洲维护人权的承诺无共。不过，极右派团体是认为，新公约对阻挡非法移民也无够严，新移民庇护公约一定2026年正式实施。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波斯林车站就要迎接到开斋节，波斯林人口上介济1年，拜二暗时就开始伫咧游街庆祝啊。那拜三透早虽有一群人走去清真寺祝祷，不过伫咧美国宾州所有嫌犯再来到这波斯林聚会地点开庆，引起现场的混乱。公路公告会期啊，提定一个放烟火。波斯林人口上济国家印尼，结束1个月的斋戒了后，民众欢喜迎接初10的开斋节。首都雅加达前一暗就开始庆祝，真侪人骑机车也是开车游街，进行传统活动。特别人出门甲大家公布消息。Takbiran bagi umat Muslim itu sangat bahagia ya atau sangat sukacita karena kita tuh udah 1 bulan berpuasa, terus kita bertemu dengan takbiran, esok hari kita bertemu dengan Idul Fitri, itu merupakan suatu hal yang sangat bahagia untuk umat Muslim sendiri. Jadi merupakan suatu kemenangan ya dibilangnya. 庆祝开斋节对于波斯林来讲，就像花钱过农历新年同款重要。开斋节前几天，大批印尼人都开始返乡，甲亲友团圆。因为这是疫情了后第1个开斋节，印尼交通部估计刷动的人数会达到1.93亿人。加拿大雅加达地区都有超过2800人返乡，大规模返乡潮，造成部分旅客爱用24点钟以上的交通时间才会当回到厝。印尼海军甚至派出1架舰舰来疏运无买到机票旅客。那初10开斋节刚透早，波斯林都组织伫清真寺祈祷，真侪清真寺因为大批民众拥挤，将部分的信徒刷到室外。首都雅加达一座清真寺，两边街路拢挤满前来祈祷的波斯林，连行拢有困难。同款是迎接开斋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所传出不幸消息。当地时间初10，西费城一座公园突然响起枪声，迄当时公园内有上千名参加开斋节活动的民众。不少人是规家伙仔来庆祝，想要到传出枪声，活动现场陷入混乱。They say approximately 30 gunshots. What we do know is there appear to be 2 factions within the park who are now exchanging gunfire. 警察协报是赶去压制枪手，搁逮捕5人。这场混战拢总造成3个人受伤，包括1名15岁嫌犯，1名不幸着枪击的22岁男性，也有1名是警车无细里弄着15岁查某囡仔。新城开斋节煞变做暴力闹会事件，当地波斯林社区是真惊吓，费城市长大型会维护波斯林安全，并且社区会紧张局势。公视新闻台湾的媒体。台东县达真乡的南田海边啊，透早民众去捡到，真有可能是飞弹外壳物件。陆军证实讲，迄是陆军训练伫咧使用的空中飞弹，无危险性。也因为陆军最近伫咧屏东九平基地进行雷霆、天马，也有新疆顶操演，验证各种精准弹药的射击成效。今仔日也伫咧屏东的板州执行新鹰操演。还是飞弹还是什么东西？有看到尾翼耶！一个感觉是不明的物体出现伫台东县大真乡南田村的海边啊，因为伊的外形有尾饰，后面将怀疑是飞弹，伸手去甲摸，无偌久了后，军方就去现场回收。陆军嘛证实，这个不明物体是陆军训练用的空中飞弹，并无危险性。本部获报后，已派员前往鉴定，确认为近日执行精准飞弹射击时所使用的靶弹残体。该靶弹系提供刺针飞弹射击训练使用，残体无火药及安全顾虑。军事专家表示，这型的飞弹是由中科院研发制造，提供予国军加做低度防空飞弹实弹射击训练用的。因为陆军最近伫屏东九平基地海岸进行雷霆、天马、甲新疆等等的操演，验证各种精准弹药射击的效果。它这个靶弹呢，也大概是模拟这个低空的这个慢速的短程的这个目标，提供这种追热飞弹做训练使用。苏浩宏指出，因为天气歹，然后试射就射减至飞弹，是会当捕捉中继空气防御能力的武器。也那国军11早起，嘛伫屏东板州乡执行新鹰操演，6项601直升机队都要克服真头的落山风，发射响尾蛇飞弹，进行固定的任务，一个一个拍着目标。今年的话，它是实战化的模拟发射，所以它的准备时间非常短。他看到目标之后就直接发射了，他们表现非常不错。飞弹的声音伫空中是真大声，
请真侪军事迷来看来翕相。也那国防部嘛公布车闸，侦查到14架中国军机，6架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活动。记者综合报道。马英九去中国访问结束，中途回来到台湾，合式军兵会谈了后，外国媒体也有台湾的学者拢认为，中国有展现含台湾来往的意愿，也显示讲中国敢若支持有9治共识的台湾政治人物，用这款的行动要来限制特别上任的赖清德。那赖清德今仔日有接见美国智库，强调就任了后会维护这台海安全，而且两岸稳定，也有印太和平。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国。这我们同属中华民族，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9·2共识，两岸就可以继续对话。前总统马英九结束访问中国的行程，返来台湾，在桃园机场简单发表谈话的时阵，甲中华民族讲做中华民国。前一天马习聚会讲停党的所在，搁再出现。中华民国是口误吗？敢是调侃讲唔对，马英九是笑笑无回答。陆委会强调讲，马英九无公开向习近平传达台湾人民捍卫主权，甲对民主自由体制的坚持，无符合社会期待，感觉遗憾。到底他是口误还是什么，也不必去追究太多了。如果能够在中国大陆讲的话，那应该会比较一致性。纽约时报分析，中国透过马习议会展现甲台湾来去的意愿，不过嘛凸显相关交流敢来当以北京的条件来行，希望透过这点来说马准总统赖清德。习近平这一次其实是借着马总统告诉赖清德政府，就是两岸如果你要跟我打交道，他的底线怎么样？某种程度可能会和缓，可是这是有前提跟条件的。学者认为讲，习近平在会中讲到体现一中原则的9治共识，是两岸和平的关键。也就是咧向赖清德表达伊的底线，因为中国要是持续文攻武吓。未来我们也会积极除了发展台湾的经济、照顾人民以外，也会致力于台湾的安全、两岸的稳定以及印太的和平。You inherit a thriving democracy, one that respects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a good economy, a secure country. But I also suspect there will be no rest for the weary once you take office, given the challenges that remain. 赖清德11以副总统的身份接见美国智库日控数据计划研究所的访问团，讲到访问团在美日峰会举行的时阵来访问台湾，意义是真重大。嘛强调讲就任了后会拍拼维护台湾的安全、两岸稳定甲印太和平。记者综合报道。地震了后，全台湾有真侪建筑物受到损害，目前有大红单、黄单的建筑物就128件。国土署也在研究受灾户主体补贴方案，租金补贴一户一个月上限是18000块，也若中建这主体贷款利息补贴9万到350万，征收主体补贴也9万到150万。不过，结果技术是提醒讲，大黄单的建筑已经是掉内伤啊，亲像这天王星大楼进前就是大黄单，建议政府爱甲这款的厝大兴做途径。花莲近海西山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除了震动花莲，全台未少建筑物也拢有受损的情况。国土署研究受灾户主体补贴方案，包括相关补贴350万，规楼中建主体贷款利息，最次补贴相关逐个月100，修缮主体贷款利息补贴也提悬到150万。如果它是经过修缮可以达到正常使用状态的话，那原则上会进行修缮。那可是，在红单的部分呢，如果涉及到它的结构已经严重损坏，必须要进行耐震补强的话，那就要依照建筑师的一个要求呢，来进行结构补强以后才可以解除。根据内政部统计，到7月为止，全台确认红单建筑有49件，黄单建筑有79件。所以，甲国家地震中心合作，成立专案办公室，提供民众有关强化主体结构安全等服务。只要建筑物经过专业评估，达危险标志，红黄单者也是内政能力初步评估，危险度总分大过45分，会当申请内政绿展补强的补助措施，结合主体相关补助450万，但以透天主体50万，高补助评估费用。
45分，他就认定说你花的补修成本啊可能会很高，不如你改建。结果技术也提醒，已经互列为红单的建筑物表示危险，如何爱随搬离。那红单虽然不是主计局受伤，不过实际上是建筑物已经来伤，像2016年的台南维权大楼，甲即摆花莲天虹青大楼，拢是过去红单建物，只要中大型地动就倒去，政府爱召回都更，规楼改建优先。这种中型地震来，它的结构安全已经显示出它比别人差，它等于在跟你求救说，这种地震我都动不掉啊哦，那下次地震来我就真的没办法咯。电分化认为，大地震了后出来出结果已经有必顺，那借着公权力来凝聚自豪共识进行途径，为了改建才是永久的方式。过来再看必顺的大细做无共程度的结果安全保养工程。记者综合报道。大地震了后，大家拢真关心这楼厝的安全。台南30年以上的楼厝着30万栋，维护建筑物的数量是排伫咧全台湾第3名。市政府着惊这旧城区早期起的建筑物被砍入地震，着推缩这维护重建计划，不论是贷款还是税厝等等，拢有优待。今日这栋真有历史感的透天厝，经过整修，内底变甲真清旧。像安尼有30栋以上的楼厝，伫台南有超过30万栋，数量是全台第3。房地产的中人讲，即摆若要买一栋全新的厝，对少年人有困难，有人就会选择买中古厝来住，嘛有人会甲改建成旅社做生意。近来中古厝成交量增加3成，薪水无讲足悬。买厝要欠钱，有淡薄仔困难安尼。当然嘛是介意爱全新的啦，毋过若无钱会使买中古的。即摆新厝拢3000起跳，中古厝的话1000以内就买会到啊。看大细间，即摆一间涂骹坪的行情爱30几万。台南早期伫咧旧城区起的建筑物，耐震能力无真好，市府考虑安全性，煞危险甲老旧建筑物重建计划。统计这4档申请楼厝重建有271案，4619户，案件有哪来哪济。不过物料逐项起，可能会影响厝主重建的意愿。市府祭出优待措施，除了结构安全初步评估，补助12000块。另外，厝税上悬，通有12档减半。补贴我说，这开了没有收钱？若就讲即摆地震，这恁这个有影响着？有影响。那奖励就针对建筑物的容积，减免的部分是针对税务，在重建的之间它是全部免税。那你盖完以后，它免税1/2。由台南市建筑师工会组成维护重建辅导团，和结合各地建筑师事务所，今年已经有57个工作站，通予民众便利申请。虽讲楼厝重建爱家己出钱，不过这阵有优待，民众总会当加减省一寡成本。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高雄捷运公山到路德这段呢，目前公山车站按算6月底要通车，已经进入到汽车的阶段路。不过因为这段路是驶伫咧高架铁基路顶头，沿路有真侪骑机，佫无这隔音的墙。当地里长表示讲，尚无影响到200-300户生活。捷运伫铁基路咧驶的声音，若是半暝出现，恁敢困会落眠？捷运公山路伫延伸线阿 K 湾公山车站6月底就要通车路，即马是汽车阶段。毋过暗时捷运汽车甲进站的声音，附近居民有人怨叹拢困袂去，甚至有民众骑过离捷运轨道干那50公尺，互声音吵甲血压升悬，影响到生活品质。24小时，真啊挡袂掉啦，我用到高压压到150，困袂去啊。暗时你困的时间拢会听到足大声的声音，害阮要入睡拢足困难的啦。目前捷运的延伸线是开到公山，就会转入去中山南路，这条路拢是店面徛街。里长表示讲，尚无有200-300户受影响，因为捷运汽车是为透早6点到半暝1点。去年伊捌向市府争取设置隔音的设备，迄当时市府讲因为经费不足，爱等到通车了后才会拍算。因为迄经费的关系，已经无啥够啊，所以无法度加拨出工程款，才来起这隔音墙。为了不影响日间红线的营运，所以先前有一些测试工作必须在深夜捷运收班之后来进行。
那所以对民众的生活影响比较大。针对公山路段捷运汽车声音伤过吵，这运就表示目前沿线有限2个声音监测器，评估捷运声音甲影响，会来做检讨。嘛强调未来正式营运了后，半暝就袂阁有这款声音。记者钟义辉、胡昭勇高雄报道。今年的大甲妈进香行来到是第6天，妈祖銮桥中道去到彰化碧头的合兴宫，随香的信徒民众人是苦卒卒，其中有保育团体特别驶一台妈祖戏的花灯车来参与绕境活动，希望透过妈祖呼吁大家做回来保养海洋生态。扫角声响，恭迎大甲妈圣驾。2024年大甲妈绕境第6天的妈祖花銮队伍，伫中道左右停驾彰化碧头合兴宫，随乡的信徒民众人是小矮小客，真热烈。合兴宫吼，拢有传超1万人的中道场，啊要来请这个香灯卡，吼啊这香客，吼啊，互因食饱，啊会当休困，啊拜咱大甲妈啊来合兴宫拜炸大妈吼。今年一版的大甲妈绕境，除了来自各地头的信众，嘛有保育团体特别驶妈祖戏的花灯车参与绕境活动。古水的北海底花灯，成袂少人来翕相。花灯足古水的啊，感觉就是最用心咧做的。甲环保甲咱的这宗教信仰结合，吼啊，互大家来，除了会使消妈祖以外，佫会使来做一下保育的保育环境啊，吼，保育这个活动，我感觉是真有意义的代志。台湾的宗教应该也是很重视环境保护跟那个万物平等的。我们应该也有这样子，那就是马祖的精神，所以这个活动我们也觉得是很有意义。保育团体表示，旧历3月的海影较平顺，较好观察到伫有亚种台湾北海底的影子，所以有妈祖戏的称呼。因为2009年开始对大甲妈的绕境活动，期待透过海上守护神妈祖的信仰，呼吁民众做伙保护海洋生态。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希望啊造成海洋严重污染，也会影响到生态，也甚至会影响到渔船的安全。这新竹市环保局和渔业署伫咧新竹渔港举办这无爱滴的鱼网仔的回收活动，1公斤的鱼网仔会当换20块的奖励金，邀请渔民做伙来做环保换现金。满满一车拢是已经海去的鱼网，渔民整理好势摕来回收，经过帮仔称重。1公斤可以使换现金20块，唔那增加渔民收入，可以当做环保。会当海减少污染嘛，啊个渔民加减啊收入啊。我们在那边散步的时候看到，哇，怎么有一只海龟那么大？啊，结果被渔网缠住，冲到那岸边。是，对，真的对生态影响很大。渔民表示，出海掠鱼上惊的就是撞到海底破网，去夹到渔船的引领，所以回收渔网对渔民来讲是真重要的代志。常常嘛拄着，拄着就甲搞起来，若无伊的先路将去夹着啊。夹的引领唔得歹。嘿啊。船仔都袂惊。根据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统计，当年有64万栋的渔区，希望互人登入海底，对海洋造成真大的破坏。新竹市环保局已经连续3年举办回收渔网，总重量约1万公斤。渔网经过清除处理，然后做一些整理之后呢，我们用高价的方式来做一个收购，1公斤呢可以达20块。这些渔网啊，对环境生态的影响啊，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鱼类或是海洋生物。除了摕渔网来回收换钱，今年回收渔网上重上济第1名的渔民，可以当领到1万块的奖金；第2名有6000，第3名有3000。希望鼓励渔民做伙来守护海洋。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不管是客机也是关注民机，目前拢已经有保机学校。开封市政府即马也当咧规划全台湾头一间的台机实验小学，就是要设一个全台机的学习环境。真侪其他地区的保机家庭是听了解新鲜，保机家庭是希望各县市拢会当设。有学者认为讲，这应该要纠关到中央的层级来推动。来迄4年生，来迄
客语师从低度。囡仔用客语自我介绍，这是苗栗推行客语甲英语的双语学校教育国小。马可真苦吉吧。 米达翁嘎夫，老师带头用阿美话敬拜，这是花莲的达摩拉共学园，一间讲客语，一间讲阿美话，不过因拢是用家己的母语来教册传承文化。经过民间几若冬的呼吁，台语学校总算也有进展。高雄市当咧争取台湾头间台语实验国校，长期推测相关议题，台语路协会表示，因伫北部接触到的地方政府就较无强烈的意愿。过去无即种例，所以大家拄开始也唔敢做。 真希望讲，即个高雄因做出第一间吼，这个经验会使拖出去。学者也鼓励，目前台湾要是华语单一化的社会，若通甲母语扣倒来生活中，无共款的语言切换，会当帮助囡仔发展。这甚至是关系到规个国家的代志。学者认为，应该扣到中央的层级去推动。两种语言定定使用来提升囡仔智力的发展，来延缓囡仔未来大汉了后老化速度。 这是关系到咱各国各民国家发展的好事啊！希望这个代志当提升到中央政府的层级。学者表示，设立台语学校，通增加讲台语的环境，创造多元语言的环境，是关系到规个国家的发展。望中央政府会当重视，未来也通伫无共县市设立台语学校。记者刘心武、谢桂林台北报道。 台北市的市电古迹蔡水怪舞蹈研究社10几年来，拢是由台北市委托经营的。不过，这份合约呢，今年6月到期，所以文化局会再公开招标。蔡水怪基金会甲一寡民间团体做伙合约台北市政府，按照这本资法的规定，以合作经营代替委托，才会当互蔡水怪的舞蹈继续传承落去。 一阵舞者身躯顶煞，互人包白布包条条，甚至落尾阁规定，互人白做伙无法度叮当。这是蔡水月文化基金会以新的舞蹈来反对台北市府，要对蔡水月舞蹈研究社这个古迹公开招标，要委外经营。它就不能成为现在这个采购法的牺牲品啊！什么叫招标？别家牛肉面也有可能啊，王记牛肉面也有可能啊。 如果他真的标到的话，那你要怎么办？超过30个本土社团甲民团来到支持，指出蔡水月舞蹈研究社是台湾舞蹈史的重要场地。蔡水月文化基金会长期咧维护文化资产，有伊的专业甲用心。台北市府应该按照民主法第21条，互相唔免出钱，而且平等签约合作的规定，甲基金会来签行政契约。我是感觉咱古迹甲名胜吼，概念爱分得清楚啦。古迹爱有传承甲教育的功能吼。基金会呼吁台北市府以合作经营的模式来取代委外经营，嘛呼吁比较七海园区设定50档的公有土地地上权，和民间基金会来经营。那当时国内并没有总统图书馆的相关经验与案例，需要仰赖民间资源与民间的创意协助。 所以，当时才以促参法第46条，就是民间自行规划申请参与。台北市文化局强调，对2006年开始就依照法规办理公开评选，委托基金会来经营。这届嘛是按照以往的方式来招标，希望会当继续和蔡水月文化基金会合作。记者综合报道。 上过这考试和作业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波兰政府最近就宣布要取消低年级学生囡仔的家庭作业，希望会当减少这囡仔的压力，培养因的创造力。就算这项政策有真侪学生支持，不过老师和家长也拢烦恼讲，安尼生做会真歹培养到囡仔读书的习惯。 房间内放满手画创作甲装饰品。这一回奥拉正介意艺术甲音乐，伊今年读小学5年，甲厝的人做伙住伫波兰的首都华沙郊区。伊最近感觉真欢喜，因为波兰政府宣布新的政策，减少学生囡仔返厝的作业。奥拉认为安尼有够侪时间通研究家己的兴趣。 I tak one trochę nie miały sensu, bo większość osób, na przykład z klasy mojej, to rano spisywało od kogoś, kto zrobił, albo przepisywało jeszcze z jakichś stron.
最近波兰社会对推萨教育体系现代化的讨论正烧热，有批评是讲，较早教育方式生活头注重暗念加写作业，致使学生囡仔较袂晓批评、思考甲创造力。 chociażby depresji, dużych napięć, stresów albo zniechęcenia nauką w ogóle. Odejście od czytania lektur to jednym z czynników, tym, który można było najszybciej. 波兰图斯克政府是为有新规定，一至3年级的学生囡仔会当免写家庭作业，4至8年级会当写嘛会使无写，而且作业袂使纳入成绩算分。不过有一寡家长甲老师是烦恼，若是无作业，学生囡仔真歹培养读册的惯势，也甲学术思考。 Jestem niezadowolona z tego, ponieważ jest to jakaś forma, po pierwsze, utrwalenia wiedzy przez dziecko, te prace domowe. 波兰每一任政府拢尽力伫做教育改革，不过学制甲考科书一直伫改变，互第一线的老师感觉真歹处理。老师联名都批评取消家庭作业的政策伤匆忙，无纳入教师团体的意见，未来也有可能互好业甲善车家庭教育愈差愈侪。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 吉人到新竹对21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30度。 天后金马马祖对18度到28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今日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